时间得过使真紧，1万年固定2年，所以佮看到熟悉的面容，就感觉真烧了，随望才有较大。咱咧讲长老教会一个真基本的任务，就是对创会者约翰加尔文所咧讲，教会起造伫圣经上帝为基础的顶面。所以传统的长老教会，你若注意来看，传统的长老教会，迄个咧讲道的人，一定是坐伫上中央的所在。迄条椅仔真特别，迄条椅仔的背景特别宽，特别大了。换一句话讲，咧宣扬上帝的话人，伊的地位是比一般的人较大。这是传统的长老教会。这长老教会还有一个传统，任何聚会一定爱读圣经，讲圣经。迄个聚会若是无得读圣经，无得讲圣经，迄个聚会就无算作是聚会。所以约翰加尔文的传统，这项真要紧。这约翰加尔文足特别，伊咧讲圣经一定是有系统，安尼继续咧讲，袂讲伤着，就摕一段圣经起来讲袂。咱知伊真严，所以若安尼来讲长老教会信徒伫生活、伫工作要求是真严，无得凊彩。即摆教会较无爱互要求，信徒嘛无爱互要求咧讲，无爱来甲你礼拜。即种的观念拢是错误。约翰加尔文受邀请去瑞士的日内瓦，伫遐来改革教会，伊去的是作业，要求长老的一个真重要的工作，就是随时拢爱去访问会友，看信徒伫伊的工作职场，互人评价好啊歹。若评价歹，转来来报告，报告来刑罚。当即个伫工作的职场无好表现，爱刑罚。刑罚的方式就是拒绝伊参加圣餐，爱得足见效。大家会当领受圣餐，即个人袂当领受圣餐，就一定是出问题。所以你若将即个观念起来看，早期的台湾的长老教会，若有信徒做歹代志，教会来公告禁圣餐。咱去原住民的所在地战后，第二次大战战后，去原住民的所在传福音的是，为着要改原住民啉酒。因为原住民酒若啉了，什么代志拢总会使唔免，就甲伊教一项足基本的观念：啉酒等于犯罪。所以若掠着信徒啉酒，就带教会宣布，讲譬如安尼讲李宗伟啉酒，所以开始禁圣餐3个月，3个月。特别若要领圣餐，李宗伟来出去礼拜堂外面，就感觉真见效，来忏悔认罪，以后我唔敢。这常常伫早期长老教会的小会议事录，拢看会到即种的资料。即摆大家就对即种的要求哪来哪线，所以哪来哪线。教会规矩就哪来哪来，逐个人做到解说圣经，搁落去就讲秘鲁毋是酒啦，即摆秘鲁毋是酒，搁来就爱问讲保利达是毋是酒？咱就去拜托人去做真济检验，落尾讲保利达虽然毋是酒，啉济嘛会醉搁来就开始讲比如毋是酒，即摆来就讲XO 啉一点点对身躯有帮助来哪济，后来干脆开中集会本来啉一点酒安尼，就规个教会就乱吵起安尼。这拢是人的一个软弱，对迄种要求，信仰定定要将
信仰甲生活工作该分互伊开。伫长老教会传统是无用文案的是，你的信仰爱来放伫你的生活内面，放伫你的工作的内面，因为在培养一个真基本的观念，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，就是在显明你的心内有上帝甲你三角之地。这个是长老教会用圣经做基础演变出来一个信徒的社会生活甲规则。人若是不爱读圣经，就亲像头先在教咱唱歌的姊妹讲理由拢真济哦。我拢甲我的朋友讲，你得对我来读圣经，认真读圣经。逐个起身拢无啥要听，得到当时才会思考这你敢知影？到去家户病房的时候，你知影家户病房即摆走去甲看，牧师，你得对我祈祷，我这边若好解，我要来读圣经。我人讲毋免，我送一本配装的、搁金件的，互你早起迄边读。你知影迄边伫倒？毋是中国的。我拢会甲伊讲哦，你拄早起迄边读，毋免。像我逐个拢会惊，即摆即位家户病房拢毋敢甲我讲啊。到伫家户病房，你就是要现圣经读，你嘛无手的，因为规身躯拢总讲啊，几啊条线，逐你颠条条，你想要读嘛无可能读。搁一信徒若拢无爱读圣经咯，阮牧师人是要求好过你咯。恁若拢总无爱读圣经，阮牧师人就会使黑白讲，恁就会使黑白听。我嘛当甲你讲哦，彼得3遍毋认耶稣，落尾知影讲伊有3遍好认耶稣的时，迄是狗仔在吠，你嘛相信是狗仔在吠。因为你无要读圣经，所以我黑白讲，你得黑白听。所以有真侪人定定黑白讲，黑白讲，搁你会无读圣经，所以你真紧去互恐吓。恐吓啥物？甲你讲世界末日到。你知台湾今年过两个世界末日，头一个是5月11。讲台湾会发生14级的大地震，3月日本才9级，大家就吵到要死。讲台湾14级爱对大架溪做分界，都变做2块。所有的所在会密密麻麻，剩一个所在上安全，玻璃。毋但是玻璃，讲得较紧咯，搬来玻璃大，因为要起厝袂富，所以得去买空天啦。大家拢走去玻璃伫遐大，毋但大呢，真正好玻璃啊！伫今年2月、3月，小哥哥拢得起空天啊的厝，忽然间几啊百粒的空天啊入去，大家拢讲要走遐美世界末日到，讲5月11。几点几分，甚至佮甲你算几秒，世界末日到14级的大地震，剩玻璃会流掉咧，哪定大家拢要走去。我讲若14级的地震，大概地壁里空天人带几粒落来，迄带做观察上介好。毋过真正大家拢走去，所以安尼造成台湾真大的恐慌。